大家好，又係我 Mia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下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嘅有關事項。中華電力每年度都會推出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，向全港供電範圍內5萬個有需要家庭每戶提供600蚊嘅電費資助，同埋向2萬個劏房住戶每戶提供1000蚊嘅電費資助，以減輕有需要家庭嘅經濟負擔。合資格人士分別有4類，分別係第一，65歲或以上獨居雙老長者類別，必須為香港居民及持有香港居民身份滿1年，居住於中華電力供電範圍，只適用於住宅用電客戶，並同時必須正在領取綜援或者長者生活津貼。2、低收入家庭類別，同時必須正在領取在職家庭津貼或者綜援，或者全額學校書簿津貼，或者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全免學費。3、殘疾人士類別，同時必須持有或正在領取殘疾人士登記證，或者綜援計劃下面嘅交通補助金，或者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面嘅傷殘津貼。4、劏房住戶，同時必須符合以下申請資格：居住於環境惡劣嘅分間樓宇單位，俗稱劏房，以及居住單位內沒有獨立嘅中電電錶，以及沒有持有任何中電電力帳戶，包括商用帳戶。中電委託咗黃大仙區議員同部分社福機構協助各位合資格人士申請。如果有興趣申請嘅街坊，可以喺2025年3月18日起前往以下嘅一啲地址去申請啦。如果係長者、低收入家庭及殘疾人士，就記得帶齊身份證、電費單副本，入面就需要完整顯示居住地址、客戶姓名以及編帳號碼，同埋一啲相關嘅證明文件同編號。另外，如果係劏房住戶，就記得帶齊身份證、居住地址證明同埋個人港元儲蓄帳戶嘅銀行副本，例如銀行存摺首頁月結單或者電子月結單。如果大家符合以上資格，記得去申請啦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我哋 Deep C 睇下先，會為大家繼續帶嚟更多黃大仙嘅資訊。